其他消息来关心，Google 最近有宣布讲，新的 Chrome 浏览器伫今年8月初一开始用的时，伊要撤销咱中华电信信任的凭证。所发布是苹果表示，这对政府机关的网站影响有较大，也毋过咱会用双凭证来应用。若外界是较烦恼，安尼敢会影响资讯安全？中华电信有发出声明回息咧，强调资安绝对无问题，嘛答应讲伫明年3月份会完成 Chrome 的有色新进。为今年8月初开始，用新版 Chrome 浏览器的用户，伫中华电信网站或者是用中华电信发行凭证的网站，拢可能出现无安全的警告画面。民众可能看起来会怕怕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如果业者来说，他的网站本来很希望大家可以进来，可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不安全的警告，可能就不敢进来，所以业者可能要去换一个 CA， 就换一个这个凭证呢，来说会比较好一点。Google 伫官方部落格指出，会取消中华电信凭证信任，是因为过去一年发现中华电信伫有色信任凭证机构出现互人烦恼的行为模式。国民党伫会议加入军指出，这是极短期的社会信任大爆炸，毋但是技术问题，佫影响国家治安甲全民信任。中华电信先是发表遗憾声明，表示已经伫时限内底完成调整，全部符合Chrome新政策的要求，强调签发凭证完全合法合规。客户提凭证伫政府金融证券、社会签章等应用的时阵，拢维持正常使用，无受影响。后来暗时佫发回息的声明，强调毋是凭证存在漏洞或者是泄露，也无关资讯安全或者是网络安全的记录。会主动联络凭证特别高级的客户，免费提供凭证更新加辅导转介服务，承诺明年3月进行完成Chrome的有色信任。所发布表示，初步评估对政府机关网站影响较大，会用双凭证闭环机制来进行。在当下，我们就决定要采用双凭证的一个备援机制，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最差状况今年就已经提出新任的话，那我们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凭证这个机关可以使用。双发布表示，Google无信任中华电信凭证，主要是中华电信伫管理甲作业机制无处理好，无安全方面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